你有冇試過行入腦場，同個 sales 講我想砌部 i5 嘅電腦，然後佢就會同你講 i5 有好多種㗎喎，最平1300-1400蚊，最貴嘅2000幾蚊都有。你唔識嘅情況下就會心諗，最貴嗰粒一定勁啲啦，咁一於買貴啲嗰粒啦。恭喜你，你好大機會中咗伏啦！如果你唔超頻或者唔係打 online game 嘅話，好多時嗰啲大過 K 字嘅 CPU 對你嚟講都只不過係買多個英文字母翻屋企供奉嘅啫。嗱，好簡單，今日教你哋兩個方法。Intel 就記住呢條公式，有 K 嘅就可以超頻，冇 F 嘅呢即係冇內顯。如果你打機又已經買咗顯卡呢，咁買 F 或者 KF 啦，平幾嚿食多餐米線可能仲開心。AMD 就簡單啲。X 咧就代表官方已經幫你超好頻噶啦 ，X3D 就係簡單啲講遊戲加速器。懶人包嘅講晒，唔超頻就咪買 K 咪買 X， 慳翻啲錢買個 SSD 好過。你部電腦用緊咩 U？ 留言話俾我知，睇下你有冇中過伏。